大家好，我係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深水埗1號九龍道一個301尺一房嘅單位。1號九龍道位於九龍道1號，喺2020年落成，樓底高大概10尺9寸，個廳連埋 open kitchen 大概係12尺半乘以7尺半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，窗外景觀，間房大概係7尺乘以7尺半。咁喺呢個位置呢，就可以擺得落一張4尺半嘅床。窗外景觀，內置大概2尺深嘅衣櫃。洗手間，最後就係廚房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